自2023年10月17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做新代志的上帝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以赛亚书26章第9节到27章13节。第名是我的心神寻无你，我的身魂迫切找求你，因为你伫地上施行审判的时，世间的子民学习正义。邪恶的人就是得到仁慈，嘛学袂到公义。伫正直人的地，因犹原做歹，因看袂到上主的威严。上主啊，你手举悬要刑罚因，毋过因无看见。求你互因看见你对你子民的热爱，家己感觉见笑，愿你用火吞灭你的对敌。上主啊，愿你赐阮平安繁荣，因为阮的所做，你拢有甲阮成就。上主，阮的上帝啊，捌有别个主管辖阮，毋过阮只有遵从你的名。死去的人袂当阁活起来，因的阴魂嘛袂当阁起来，所以你处罚因，毁灭因，互因对人的记忆中消失。上主啊，你互阮的国民增加，互国民加添来显示你的荣耀。你互阮的国土扩展到天边海角。上主啊，因伫艰难中找求你，你管教因的时，因吐开对你祈求。产妇得要生，喙唇痛疼嗷叫。上主啊，阮伫你面前嘛亲像安尼。阮怀孕痛疼搅假，不过生拢无。阮无为国家带来解救，无为人民贡献啥物。毋过阮死去的同胞会阁活，因的尸体会阁起来。住伫尘埃的人啊，醒起来，欢喜唱歌。你的露水是闪烁的甘露，落伫地，互死去的人活起来。呾我的子民啊，入去恁的房间，门着掣好调，恁着暂时眯起来，一直到上帝大受气煞。恁看，上主得要对伊大的所在出来，要刑罚地面上犯罪的人。地会暴露因杀人所流的血，阁要暗藏因杀害的人的尸体。伫迄日，上主要用伊定过来的大基剑，刑罚迄只海兽，就是旋来旋去、烧真紧的蛇，阁要杀死迄只海怪。伫迄日，着为着出好酒的葡萄园来欢喜唱歌。我上主是固守葡萄园的，我不时甲伊压水，我暝日拢伫固守，则免有人甲伊损坏。我无阁对葡萄园受气，园内若有刺皮野草，我会进前甲因扑，甲因烧了了。遐个对敌若无爱安尼，着归向我，受我保护，甲我和好，因着甲我和好。将来以色列为定军，雅各会富艺开花，因的果子会遍满全世界。上主拍以色列，无亲像伊拍遐个攻击因的
遐尼严重，伊杀害因无亲像伊杀害遐个屠杀因个遐尼厉害。上主放着因，赶散因，用安尼刑罚因。伊用透东风下日，用强烈个风吹散因。以色列若拍喙外邦神明祭坛会石，无阁有阿舍拉女神的雕像甲香台，因的罪过就得到赦免，因的罪得到解除。若无，坚固的城市会变做荒埔，亲像旷野无人徛起。伫遐，村牛伫休困，伫食草，会甲所有树枝的叶食了了。树枝一个孤搭断去，走人就客去兄火，因为因是完全无知的子民，所以造因的无要怜悯因，因的创造主无要施恩予因。伫迄日，对幼发拉底河到埃及的溪谷，上主会亲像修成果子安尼，甲恁以色列的人民一个一个组织起来。伫迄日，大鱼扫角会弹，遐个流亡伫亚述地甲埃及地的以色列人会倒转来，因拢要伫耶路撒冷的圣山敬拜上主。做新代志的上帝，上帝透过先知宣告，当以色列的敌人拢受毁灭了后，伊要伫伊的葡萄园做新事。上帝要互以色列人知影，虽然因目前踮伫水深火热、内忧外患的中间，就亲像互刺皮即个发甲甜满满的葡萄园动弹不得，毫无生机。总是有一日，上帝会互规座葡萄园重新布芽、生长，搁结实累累。上帝要互伊的子民了解，因为伊亲自看守，不断灌溉、日暝守护。无人通损坏即区葡萄园。上帝应允，将来以色列会定军，雅各会布芽开花，因的果子要遍满全世界。安尼充满希望的光景，是上帝应允要互以色列人的，总是以色列人却无法度明白上帝的心意。因互眼前的刺皮甜条咧，陷入困境中间，袂记得上帝甲因所立的约，袂记得上帝丰富的应允，因干那看到现况和眼前的问题，感觉人生充满刺皮，上帝根本无咧看顾保守，心内满是委屈甲抱怨。伫后疫情时代，原本全球期待的经济会当早日复苏，却因为乌俄战争爆发，搁再导致原物料起价、通货膨胀，全球经济一片哀嚎遍野。伫低迷的景气下，真侪人的生活也受到极大的影响。人人拢想要突破，毋过若像袂当做寡啥物，即种无力感，甲人缀甲袂喘气。当气声响起，真侪做生意的头家深深受害。逐日目睭铁开，就互钱约得走，厝税、水电费、员工薪资、原物料费用等等基本的开销，互真侪经营者毋但简单血本无归，还负债累累。毋但简单经营者食袂消，
真侪公司的员工搁较受逼绑无薪假，致使薪资减少，主要是家庭的员工假若不敢言，只会当有苦吞腹来。伫安尼的逆境中，人常常陷入无力感和困惑中，究竟要安怎面对呢？对圣经的记载，咱通体会到，就算眼前的困境，互人感觉束手无策，内心深感无力甲委屈，咱也毋通袂记得上帝对咱的疼和应允。上帝一直在看顾咱，伫咱的生命中保护咱，伫上黑暗的时刻，互咱开力和支持。互咱学习将内心的无奈甲委屈全然交托互上帝，用信心甲仰望迎接伊伫咱生命中所要完成的新事工，就亲像上帝伫刺皮边北的葡萄园中做新的代志共款，伊也会伫咱的困境中带来希望甲改变。默想，面对困难的时，我还会相信上帝知影我的需求，佮伊会帮助我行出困境无？面对困难的时，我还会相信上帝知影我的需求，佮伊会帮助我行出困境无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天父，虽然目前全球还面临经济景气低迷、生活困境遮的种种挑战，总是你有缘时时刻刻看顾阮，为阮提供生命所需要。感谢你的应允，带来无限的仰望。为着安尼，我要搁较信靠你，坚定行往未来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